来继续来到台中，有民众发现一个关键，坐伫个电火条的后壁咧翕超速，这袂输是咧音乐街同款。民众就甲翕影片传去伫网络顶，结果是惊动到警政署长，要求迄个原件所属的乌日分局要来调查。啊，这个分局看影片了后，确定这个原件就是秘伫这个电火条的后壁伫翕超速，这是不当的行为，已经甲记申诫。啊，东港所翕到的罚单88张，嘛全部撤销。民众徛倒摆，发现一个远景，画电火条瓦固坐伫涂骹，手提测速的翕相机，当咧翕经过慢车队汽机车掠超速。民众看到远景坐踮电火条瓦后壁翕相掠超速，拢感觉这个远景亲像将电火条瓦当作暗号。主要是不要违规嘛，那这样子到底是为了不要违规，还是为了要增加业绩？是这样会让民众的观感不是很好。远景方翕到坐伫电火条瓦卡执法的所在，伫台中市龙井区这条道路，慢车队时速40公里，因为路段长，让人超速，所以当地辖区乌日分局才会安排掠超速的勤务。执行远景确实有隐身于电线杆后方执法不当行为，本分局对于增员未依规定执行，予以申诫处分。这段影片去互警政署长看到，署长命令调查。乌日分局表示，掠超速应该爱像安尼，穿制服徛伫电火条的头前，或者是坐伫椅仔顶，翕相的设备嘛爱伫明显而且安全的所在公开执法。所以认定这个远景确实有秘伫电火条的后壁执法的不当行为，已经记申诫处分。东港迄个远景寄发的88张罚单，分局也主动撤单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